学当年跟我一起唱的，现在都记得这个曲调哈。所以我觉得真的以唱歌来学藏文，真的是如果我们当时放弃了这样的课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哈。那你如果问我第4期的时候，我最喜欢哪一首歌哈？其实是这一首我最喜欢，我来看。哦，它原来是这个央间拉莫演唱的。好，这个央间拉莫是一个西藏的歌手，他也是台湾的这个媳妇哈，陈履安的媳妇哈。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好，也很适合。当时我选了很多首歌呢，好，他的很多首歌在我们班上唱，因为非常的他的和弦非常简单，但是旋律非常好听。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都非常漂亮，而且都是歌手哦。待会我们还会唱他姐姐的一首歌哈，但是他的大姐好像前几年往生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现场唱歌的情形，因为我们以前都以为要唱很长的比较好，其实不一定哦。我们来看。
哈，是这个莲师的非常著名的一篇祈请文哈。然后呢，它里面还有这个莲师的心咒哈。那这首歌非常的奇怪哈，它是我在第4期中哈，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暑期班跟这个道歌班要同时上课哦，所以非常的累哦。那天其实是没有歌可以唱哦，前一天还找不出歌来哈。那但是我无意中就有找到这一首歌哈，在网络上找到这一首歌，然后我又很巧的在这个莲师祈请文，我有一本莲师祈请文的书里面呢，然后我一翻开就是这一页哈，就是刚好这个轻松这一页，而且我在2分钟之内就抓到和弦，而且确定了歌词的歌曲哈。那时候已经是半夜哈，隔天早上就要上课，就要用这个歌曲哈，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首歌哈。而且呢，很多人会以为刚刚我们放那样子的这个哈，那很多我播到网络上以后，很多人会透过 Facebook 进来问我说，他以为我们是在放卡带啦哈，或者是对嘴哈，但其实都不是哦，我们都是现场弹唱哈，而且我们是真的唱上文哈，不是唱音译哈，而且完全没有剪接哈。好，所以呢，我非常开心，就是尽管有遇到种种的考验哈，那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觉得在诸佛菩萨的保佑之下，跟天龙护法的帮助之下呢，第5期就慢慢开始渐入佳境哈。那首先是有一些同学我真的很感动哦，包括我们的安妮哈，还有阿月师姐哈，他们为了护持这门课程哈，但是在第5期的时候，他即使时间不允许哈，那个时候我们本来预定在礼拜4，好，他们其实不能来上课，他们也缴了这个学费哈。那后来我才把它挪在礼拜3哈。那即使他们时间不允许，他们不能来上课，他们依旧报名交钱哈，挂名参加这个第5期的课程，要护持这项课程哈。然后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哈，那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轻言放弃哈。那接着呢，就是就读高中的大儿子哈，他那个时候刚好当上吉他社的教学的干部，好，那一开始是我教他弹吉他，那当然他现在比我厉害很多哈，他都很嫌弃我的吉他哈。那他开始传授我吉他移调的窍门哈，因为呢。很奇怪啊，3不转路转就是这样哈，音调其实是循环的周期哈。那音调总共有 A B C D E F G 哈，那其中 C 是哆哈，然后这7个音当中呢 ，B 跟 C 之间跟 E 跟 F 之间是相隔半音，其他的都是全音。好，那这样子它是一个循环的周期哦，就哆来咪发嗦拉西都这样子哈。好，那而且现在有个科技很厉害哦，就这个叫做调音器哈，这很赞哦，这个很赞哈。好，那调音器当中呢，它标示440的话呢是国际的标准音，好，那假设你要微调的话呢，它可以从430调到450，中间可以微调，然后呢它还可以降音，好，因为吉他它降音比较好，因为你越调越高可能会断掉哈，所以它有个标准音，然后开始你可以降音哈，它会有一个降记号，我都说那是一个 B 哈，它那个一个降记号就是降半个音哈，那这个调音器呢最多能够降4个半音哈，所以呢当一首歌不符合我的音域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用调音器，好，把吉他的音调高低8度来唱，或者呢是把吉他的音调低高8度来唱哈，那这样子一来呢，所有的歌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和弦来弹奏自己的 key。这样可以吗？好，那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每一首歌都不提倡，都不能唱，都没有办法唱。好，那一开始可能10首里面只有1首可以唱。好，但是我儿子教我这个方法之后，其实每一首歌都可以唱，哈。那但是会有一点麻烦哦，因为我今天带2把吉他就是这样，很麻烦，因为每一首歌都要调1次音哈。但是我觉得不用使用移调夹哈，以前我们早期我念高中的时候是使用一个移调夹，这样一直夹到很高哈。那我只说那个逊毙了哈。好，所以呢不要使用移调夹，也不用弹封闭和弦，那对我来讲就是一大福音哈。还有呢，另外一个天龙护法呢，就是我当时中辍的2儿子哈。好，那他也提供技术的支援哈，他把我自弹自唱的 demo 带，好，他用威力导演做成 MV， 然后并且加上字幕哈。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播到网络上的 MV，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如果看人家 MV， 它是没有字幕的，好，其实你学习上来讲就是非常的困难哈。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就一开始只是这个 MP3 的一个录音档，然后我请那个儿子帮我做成 MV， 然后最主要是为了让他能够播上 YouTube 的网站，因为只有声音档是不行播上去的。好，那必须要加上影像，而且我希望是能够加上字幕哈。那但是那个威力导演有一点点小小的限制哈，就是它不能够播上藏文的字幕。好，那我之后想请那个宝平教我这个。Movie Maker 是不是哈？他可能可以加上这样的字幕，可能就会更好哈。那小儿子也有帮忙哦，不然他会说我偏心哈。他说他要当我的经纪人哈，然后73分哈，他7我3哈。好，然后再来的话呢，是因为听力变好的情
情之下呢，我开始我的选歌的范围呢也逐渐的扩大哈。那之前可能一个晚上就是10几首歌，可能都淘汰到9首哈，就很像 KTV 里面的切歌大王哈，不好听哈，不能唱哈。好，但是后来呢，纳入歌单的歌曲就越来越多呢，而且大部分的歌词我大部分都可以一听就懂哈。然后呢，而且很快可以破解它的和弦跟歌词哈。那破解和弦跟歌词那个成就感非常的大哈，很奇怪哈，就是非常开心哈。那所以到第5期最后几堂的时候，我还因为歌曲太多而不知道选哪一首。好，第4期是这个礼拜唱完，明天要唱，不知道唱哪一首哈。那到第5期的时候变得很多，我每周妈妈的歌有好几首，然后我不知道要选哪一首哈，那还要用网络票选才能够确定是要唱哪一首哈。而且我觉得不仅如此我所累积的单字还超越我以前所学的好几倍。好，我以前在学生时代跟我教上文的累积的单字还没有我唱上文歌累积的单字还要多哈。而且呢，它有很多字呢是我连字典里面都查不到的用语。好，因为字典的用语，毕竟那个字典离现在已经有一些的年代了哈，那所以它的用语可能是比较早期，或是比较属于文言文的部分。好，但是你在他们现在所传唱的歌曲里面，你可以找到好，他们适合现在这个年代的一个用语哈。那而且你完全不必费力去记哈，因为当你熟悉旋律的同时，它已经深深烙印在你的心里。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哈。好，那我开始深深觉得呢哈，其实能力的大小并不是关键哈，我觉得心量才决定一切哈。因为当你心胸越是宽大的时候，不但你的歌路会逐渐的拓宽，那你藏文的理解能力呢也会相对的增加哈。好，那我们来看第5期哈，那第5期就真的很精彩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第5期的。好。那第5期里面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哈，应该是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一首，好，它是这个无声离机双韵哈。那它是它的曲调呢是来自于马尔巴佛学中心哈。那它的中文原唱呢哈是这个，丽丽她叫什么名字？好，没有关系，它里面有写哈，我们来看哈，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首。吴宗宪，好，不是那个吴宗宪哈，是另外一个吴宗宪。闲有知心更无声，虽先生相无可知。这 MV 我儿子做的，他没有。但是这首歌要唱成藏文的时候是有一点困难哈，因为首先是中文的词句的句数跟藏文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当时呢我在不更动曲调的情况之下呢哈，我就把它改变一下哈。好，那这个时候我儿子已经开始帮我做 MV 了，那我就在上课之前先做 MV。